彤姐姐，你要不要看看我写的作文呢？好啊，来，亮亮的作文题目是上学ฮิ吼告。我最喜欢ฮิ吼告，因为ฮิ吼告很好玩，最棒的是还可以丢了放假。彤彤姐姐，我写的很好吧？还不错啦。可是亮亮，ฮิ吼告最好玩的应该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跟同学一起玩，应该不是只有不用撩吧？对啊，上学最棒的不是放假。点点，你不喜欢放假吗？是也很喜欢啦。那就对了。可是那不是点点喜欢ฮิ吼告的原因啊。就是说嘛。好啦，那我就再写一遍嘛。那我就写哦，我就写我最喜欢放假，因为放假就不用去上学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亮，ฮิ吼告上学，ฮิ吼告上学，不用撩放假，不用撩放假。亮亮，今天不用ฮิ吼告啊？不用哎。今天不用撩。那明天礼拜四要ฮิ吼告吧？也不用啊。礼拜四也不用撩。那后天礼拜五总要ฮิ吼告了吧？哎呀，还是不用，还是不用撩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放暑假。对。ฮิ吼告很好玩，不用撩也很好玩哦。这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老鸭。